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行優之謎講下錶。今日揾到啲錶介紹俾大家。第一款呢就係Jacob 全鏤空 Titan 40mm 嘅錶徑，上鏈，底面都係鏤空，咁啊橙色內圈、橙色帶，6點位係游絲，12點位係個發條。呢個錶呢定價180400，依家折實價138000。而第二隻呢係 Harley Winston Ocean 系列全黑 PVD 自動計時44mm， 12點位係時間，咁佢有3個 retro， 6點位係計時嘅秒針，4點位係計時嘅分鐘，8點位係計時嘅小時。44mm 錶徑，咁佢都係配咗係 PVD 嘅接扣，原價係26萬，依家特價138000。而一隻都係 Harley Winston 嘅兩地時間白金錶殼，石英機芯，一個時間係篤底，一個時間係仲爆得較，石圈白金錶殼，男女都戴得。原價40萬，依家特價218000。而一隻呢係積家萬年曆18K 玫瑰金全自動透明底40mm 嘅錶徑，原價33萬5，依家特價22萬8。依家咁個價位嘅萬年曆基本上都冇乜牌子有㗎啦。而一隻都係積家18K 玫瑰金全自動3針透底39mm 嘅錶徑 Master 大師系列，原價係13萬8，依家93800。而跟住呢隻呢係芝柏嘅女裝 Cat Eye 橫鵝蛋18K 玫瑰金全石殼，藍色背帽錶面，鑽石字體細3針，透明底全自動，挑花金妥，都係配備18K 玫瑰金接扣。原價係49萬5，依家特價18萬8。佢另外都有白色背帽面、藍色背帽面，價錢都係一樣，原價係49萬5、18萬8，兩隻都係18萬8。呢一隻都係芝柏嘅 Cat Eye 18K 白金寶石，白色背帽面，都係透底金妥，白金嘅接扣，原價係26萬5，依家一減再減特價99800。跟住嘅係 Franck Muller Grand Prix 格蘭披治，呢個係 PVD 殼膠帶計時，
紅色字，紅色 PVD， 原價193400，而家優惠價，超級優惠61800。呢隻都係 Franck Muller 嘅 Grand Prix，PVD 加玫瑰金，計時，金色字，夜光針，原價257000，依家係82800。有興趣嘅朋友落嚟尖東恒優錶行睇睇，或者 WhatsApp 我哋61279284，同我哋傾下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